今日咧就係呢個2025年嘅11月8號啊，星期六嚟嘅今日。今日我想喺度咧就係喺度分享一下咧關於保健產品嘅問題啊。咁其實咧就係我自己係賣產品嘅，所以咧我咧就係最近期咧我就開始食咗2-3個星期係保健品嘅。咁我感覺上咧食保健品原來係發生咗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嘅。我個人嚟講，最近期咧其實我就食緊主要喺最近期係食緊一個係薑黃素嘅，同埋呢個沙棘產品，食呢兩隻嘅。咁我發覺咧就係食咗唔夠一個星期，即時有個身體上嘅改變嘅。係咩咧？就係個胃口好咗好多。我發覺原來咧，因為我近年開始食翻煙咧，個胃口係差嘅，冇胃口嘅。咁但係我食咗保健品之後咧，食咗嗰兩隻保健品之後咧，我發覺咧我有時咧7-8點嘅時候食個豬扒飯咁計啊！翻到屋企咧，竟然就仲要煮公仔麵食。咁我發覺咧就係首先嚟講咧，我睇唔到自己身體嘅變化入邊，就係表面上已經係改變咗，就係嗰個胃口啊，係。咁所以咧就係其實參加商會我都好多產品嘅，好多保健品啊，係嘛，各樣嘢啊。咁最近期我就我栽咗牙科啦，要做鋪頭呢度係要做呢個牙科啦，係嘛。咁加埋之前嘅 AI 檢測啦，水機啦水係生命之源，水飲水係好緊要嘅。話今朝嚟講，我屋企一開個廁所個水龍頭，一開就一大扎嗰啲生鏽水出嚟嘅。咁我其實都好驚嘅。咁仲未攞水去化驗啊！遲啲我可能會攞水去化驗 ISO 做一個 ISO 化驗，咁公證行。咁一路拖住到而家都未去做呢件事嚇，就遲咗都要做呢件事嘅，就係個水質，香港嘅水質嘅問題，要驗一驗。咁好啦，今日咧我主題想講一個產品嚇，大家可以睇睇呢啲係嘛？咁訂咗貨未到，呢件係咩產品嚟嘅咧？咁呢件嘅保健品咧，可以叫保健品，你又未至於能夠係話叫做藥。但係保健品如果可以改善身體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都一半係藥嚟㗎啦嚇，即係只不過就係話未有註冊。因為保健品就係會有啲係叫做單向嘅，即係頭痛治醫頭，腳痛醫腳咁樣咯。單向嘅，譬如你話食嗰啲海狗丸啦，或者咩啊嗰啲係或者係咩白藜蘆醇啦，係嘛 NMN 啦嗰啲，咁其實都係單向嘅。咁而家有一隻雙向嘅喎，咁佢個名係叫做未來再生，係幹細胞嘅嘢嚟嘅。咁嗰個成分，我哋講翻佢個成分啊，成分咧據講就係話佢嗰個成分就係喺瑞士嗰度咧，有一隻蘋果咧就落咗地咧，係1個月都唔氧化嘅。咁通常我哋買翻嚟嗰啲蘋果咧，如果你放咗喺台度咧，1-2日咧，佢係會氧化得好快噶嘛嚇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氧化唔快嘅話，即係抗氧化個能力好犀利啦。所以佢呢個未來再生咧，就係嗰個抽取咗嗰隻瑞士嗰隻蘋果嘅。其中一個成分嚟嘅，咁佢有幾個成分嘅，咁另外有係嗰個關於嗰個麥角硫因，其中個成分麥角硫因，麥皮個麥，角子個角，硫咧就係一個石字邊嗰個，咁如果有睇過報紙或者睇到有個阿 Sa 嗰個廣告，就係嗰個 NMN 入邊就係會有呢個麥角硫因嘅成分。咁麥角硫因係咩嚟嘅？我就喺網上邊再雖然而家唔係好詳細啊，咁但係我睇到佢，我諗大概佢嗰啲係菇類嚟嘅。佢而家呢度講緊就係話，皮膚嘅細胞組織能夠將麥角硫因作為一個抗氧化、
防禦系統嘅組成部分嘅。結果係顯示咧，麥角硫因唔只可以防止氧化自由基嘅損傷，仲可以使到紫外線照射細胞後嘅 DNA 損毀修復成為可能。細胞吸收、累積和利用呢種強效抗氧化劑嘅能力，使天然存在嘅成分成為皮膚抗氧化防禦系統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就係呢個就係麥角硫因嘅效用嘅。我相信抗氧化好多都係抗氧化啦，係嘛？譬如好多嘢都有抗氧化成分嘅，係嘛？譬如嗰啲羊肚菌啊都有㗎。咁好多我哋買嘅嘢食嘅嘢，好多時都話抗氧化。咁但係要話咧就最強嘅，將最強幾種強嘅抗氧化功能咧，嗰啲物質咧結合埋一齊，咁啊成為呢個微內再生嘅。咁微內再生咧，其實佢會係一個，當然係會一個首要係一個抗衰老啦、抗氧化啦，係嘛？殺滅你個身體入邊嘅自由基，即係自由基係會致癌噶嘛。最主要係呢幾樣嘢嘅，咁佢呢個產品係曾經係攞過嗰個2024年嗰個諾貝爾醫學獎嘅，咁佢係微內再生呢件產品，其實佢已經係去到第3代嘅，即係之前有第1代、第2代，咁而家去到第3代，當然係最強化㗎啦。我而家係簡化咗，我嚟緊後邊如果有時間會再講一講呢個產品嗰啲成分嗰個功效啊，或者各樣嘢。咁而家我簡短啲啦嚇，簡短啲啦。咁另外佢嘅成分之中亦都有 NDA 啦，同埋呢個尿食素 A 嚇。咁尿食素 A 係咩嚟嘅咧？我係讀一讀。尿食素 A 咧，其實就係英文字句嚟，我唔識讀啦。UROLITHIN 嚇，跟住 A-A。尿食素 A 係腸道菌群，係將石榴、番石榴、堅果、草莓等嘅食物中嘅多酚類化合物、硫化單寧代謝產生嘅天然物質，佢因能夠促進細胞內線粒體嘅健康啊！即係話尿食素 A 係針對係可以入到去線粒體嘅嚇。線粒體係我哋身體入邊嘅細胞組織嘅部分嚟嘅。佢因為可以促進細胞內線粒體嘅健康，有助於抗衰老、提升肌肉力量及減輕發炎反應而備受關注。目前已有補充劑可供人體攝取，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透過食飯自行產生尿食素 A 嘅。尿食素 A 係咩嚟嘅咧？來源佢係本身唔存在於食物中嘅，而係由腸道微生物將含富硫化單寧嘅食物，譬如石榴啦、合桃啦、草莓啦同埋杏仁啦，分解之後產生嘅代謝物嚟嘅喎。呢個尿食素 A 係咁嘅嘢，我以為係啲物質嚟嘅，咁啊原來係喺身體入邊自己自製出嚟嘅。尿食素 A 被稱為後生物素，佢能夠啟動細胞中嘅線粒體自噬，即係消滅自己嘅線粒體，受損嘅線粒體，並促進新生健康嘅線粒體，而從而優化細胞功能。因為我做 AI 體檢咧，我知道嗰個線粒體係咩嚟嘅？細胞、線粒體、染色體呢啲係我哋與生俱來，由爸爸媽媽同你生你出嚟嗰時咧，就係令到你變成一個人，就係呢幾樣嘢：細胞、DNA、染色體嚇。重要性就係線粒體嘅細胞能量係工廠，其功能衰退與衰老過程有關，因此尿食素 A 係被認為在延緩衰老方面咧係具有好大嘅潛力嘅。尿食素 A 嘅存在同埋益處係抗衰老啦，通過改善線粒體功能啦，有助於抵抗衰老細胞嘅，提升肌肉嘅力量。研究顯示佢可以改善肌肉耐力同力量，並有助於運動後嘅恢復。抗氧化同埋抗發炎，具有顯著嘅抗氧化功能，並能減輕發炎嘅反應。免疫系統支持研究表明，佢增強免疫細胞功能，尤其有助於抵抗病毒嘅感染。我係讀書咁樣讀，咁但係因為冇辦法，因為我係未消化，臨急抱佛腳，將網上面撈咗落嚟睇嘅。
抗氧化同埋抗發炎啊，具有顯著嘅抗氧化功能，係能夠減輕發炎嘅反應。免疫系統嘅支持，研究發明咧表明咧就係佢能夠增強免疫細胞嘅功能嘅，尤其係有助於抵抗病毒嘅感染。飲食雖然可以透過食用石榴、合桃、草莓、覆盆子呢啲食物嚟攝取前體物質，約有40%嘅人口無法有效中期轉化為尿石素 A。40%嘅人口冇辦法有效將其轉化為尿石素 A。補充劑擔心腸道菌無法有效轉化，可考慮服用尿石素 A 補充劑，以確保穩定攝取。其實年紀開始大嘅時間咧，就發覺到咧有個恐懼感，就係咧年紀開始越大咧，就會衍生好多疾病。咁疾病有啲係捱出嚟嘅，咁有啲係本身你嘅基因，譬如細胞唔好啊，係嘛 DNA 啊嗰啲出現咗個問題，咁咧就會有衍生疾病，譬如糖尿病啊嗰啲咁樣咯，而家能夠係所謂好多幹細胞嘅產品啦，咁有啲係打嘅啦，食嘅啦，咁而呢隻微內製生係食嘅膠囊丸嚟嘅，係佢係分兩個樽，一個金色樽、銀色樽。金色樽咧就朝頭早食2粒嘅，咁銀色樽咧夜晚又食2粒嘅。咁其實呢個產品咧就係貨都未到㗎嚇，預訂嘅，因為呢隻嘢係會好勁下嘅。因為感覺上咧係將所有抗氧化嘅產品咧 group 埋一齊，只要係身體做到抗炎、抗氧化嘅話咧，身體就會好嘅。咁我咧未來就係會去做呢件事，一路陸續會有啲更加詳盡嘅資料咧，就用後再講。咁今日就係咁多有關。因此尿石素 A 係被認為在延緩衰老方面咧係具有好大嘅潛力嘅。研究顯示佢可以改善肌肉耐力同力量，並有助於運動後嘅恢復。抗氧化同埋抗發炎，具有顯著嘅抗氧化功能，並能減輕發炎嘅反應。免疫系統支持，研究表明佢增強免疫細胞功能，尤其有助於抵抗病毒嘅感染。我係讀書咁樣讀，咁但係因為冇辦法，因為我係未消化，臨急抱佛腳，將網上面撈咗落嚟睇嘅。抗氧化同埋抗發炎啊，具有顯著嘅抗氧化功能，係能夠減輕發炎嘅反應。免疫系統嘅支持，研究發明咧表明咧就係佢能夠增強免疫細胞嘅功能嘅，尤其係有助於抵抗病毒嘅感染。飲食雖然可以透過食用石榴、合桃、草莓、覆盆子呢啲食物嚟攝取前體物質，約有40%嘅人口無法有效中期轉化為尿石素 A。40%嘅人口冇辦法有效將其轉化為尿石素 A。補充劑擔心腸道菌無法有效轉化，可考慮服用尿石素 A 補充劑，以確保穩定攝取。今日就係咁多。